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看好菲律宾近年来经济成长快速，大商苏国峰选伫的苏比克湾，也就是1996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举办地点边仔，打造一场5栋建筑，总共167户，各有高级饭店，未来将会成为苏比克湾的地标。曾经是美军基地苏比克湾，位伫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部136公里。后来转型做经济特区，是台湾伫1990年代南向政策时的重点开发区域。全盛时期，大商高达300多间，其中 MSK 房地产伫2003年创立，对工业的厂房、仓库、办公大楼兴建，慢慢累积到现在规模。最近嘛看好菲律宾经济成长，所以投资去大楼甲饭店，引进饭店式的管理，要家己大还是投资拢真适合。这个案子就是在1996年开高峰会的时候，他们开会议的地方。那现在是它这个 view 是特别选的。A 栋是自住型，就是说你来这边之后，你就是自己用。那 B、C 栋它是我们有饭店式的管理，是投资型的。对，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饭店，我们有无敌的海景，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，就是说年收还有8-9%的回收率这样。一区它是算商业区，以后就是所有这边住宿的人，或者是这些从外来这边享受这些海上的活动的人，前面就是有一些咖啡厅、餐厅，还有一些就是自助型的一些 KTV、一些娱乐区。强调每一间房间拢会当看到外面的海景，装潢嘛请到知名设计师来规划，吸真侪人前往看厝。它是在我们的 A 栋跟 B 栋是在边间，所以它不只可以看到海景，那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面的山景。它是2个房间，然后一个客厅跟一个厨房这样子。然后它的阳台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泡水池，就说您可以在这边一边喝红酒，一边享受这边的一个自然的风光。这个投资开发案第一期将伫2020年来完成，到时住伫厝内开窗仔，就当欣赏海景，落去楼骹就有海水通耍，规排商业区应有尽有，唔惊摇巴肚。而且不只有商店、餐厅，还有图书馆、游泳池甲儿童佚佗空间，完善的生活机能伫园区内，就当享受休闲度假气氛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菲律宾的苏比克湾，和台湾人的印象是工业开发区。不过，大商苏国峰要来反转这个想法，伊不只投资去高级主体甲饭店，因的集团佮规划7条路线，有游艇出海看风景、打靶，佮有坐爬山虎亲日手拿体验，拢是伫台湾真罕地看到，透过镜头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体验。爬上水上奥多摆，换上高级游艇，这是大商苏国峰公司集团所规划旅游路线。伫游艇内面设备逐项都有，沿途可以当欣赏苏比克湾的风景。大概开了点外钟，来到一座无人的岛屿，除了水上奥多摆甲金蕉船会当佚佗，若是要耍水，直接跳入海，水真清气，拢无污染。而耍了水上活动，搁来耍路面上的，而且对美国进口3台3轮的跑车，造型相当特殊。这个跑车带大家来看路边的树顶，这是全世界上大型食菜水果夜河。你是拢吊伫树顶，暗时才会出去讨食。过来就是要带观众朋友去体验上界刺激的爬山虎手拿体验。有60度、90度的坡度，嘛有一款的爬山虎才会当开起哩。这款的体验伫台湾相当罕见。
有啊，刺激的所在是看某招朋友家己来较安全，嘿啊。哦，嘿是。哦，要多喺坡度，它60度以上哦。差不多60几度。60几度啊！你这车伊的特殊性伫对当，我都安尼爬坡，人爬遐遐。伊这就是爬山好，啊，所以伊的抓地力真好。嘿啊，所以安全性无问题。前几天山顶拢落雨，涂骹全部拢是烂土，更加歹驾驶。苏国峰董事长亲自驾驶，带着记者来体验。电脑内面有大粒石头甲大丛树仔，一不小心就将车弄坏。爬过复杂的山路，来到当地原住民爱喜住的部落。来上苏国峰定期地带游客来遮分红包，看到游客一来，规个庄头人拢出现排队的盛况，而这嘛是照顾因另外一种的办法。伊离开部落来到凉亭，这是苏国峰伫当地所起的，清气的溪水、优美的风景，真侪人拢会揸着物件来遮食。部落的酋长三不五时卖炸着环岛、站厝机，表演伫风高野外是安怎起火。最后来到平台顶，对遮会当看到整个苏比克湾的景色，非常的水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BB 宽屏夏季最猛的优惠来喽！一次给您4重享受。第一重光纤上网100M，第二重 BBTV 数位高画质频道，新生办还送您东森购物金及国内1日游。办宽屏就是要选择 CP 值最高的 BB 宽屏，100M 只要550元，快打电话找 BB。